好，看到大家呢去冲突，就是因为立法院今仔日来审议选罢法、宪法诉讼法，也有在违法等等的修正草案。目前呢，这个选罢法也有宪法诉讼法部分的条文已经三读通过。未来这选罢法提起罢免也是连署，必须得爱附身份证。那做你是摕别人的资料来使用，这是有可能的判刑，也是罚钱。另外呢，这宪法诉讼法的修正草案也决定要来提悬宪法法定判决的标准。立法院20透早议定每一个出入口，互民进党用椅甲人墙封条的，为了阻挡选罢法、宪诉法也甲在违法的修正草案通过，立营立委19暗时破坏议场玻璃，占主席台。执政党的立委竟然以暴力的方式破坏国会，在国会里面搞戒严，要瘫痪国会对于行政权的监督制衡。不过，伫国民党成功破门了后，由立委陈玉珍去甲台顶的立委纠错，主席台顶也不时听出哀叫声。成功夺回主席台了后，院长韩国瑜伫国民党的介护下宣布开会，用举手表决通过选罢法部分条文三读。罢免案提议人甲人事任命册爱附身份证正反影本，若做用别人的个资人士，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还是换用罚金的上悬100万。现在台湾人对个资有多么保护，就是会让大家多一层考虑，降低联署的意愿，就是加严罢免啊。伫宪法诉讼法的部分，已经通过国民党提案，甲修正条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的改做公布日施行，也甲民众党的版本，大法官有会议时阵，总统爱伫2个月内补足提名。不过修正有关大法官总额，也甲设限条件修正，引起立委的不满。跟人民有仇啊！要让人民诉请法律违宪，保障他的人民权利，变得遥不可及啊！只有违宪最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最怕他们的修法被大法官宣布违宪。立营批评在野党最后才提出来表决的秘密条文，是将司法权摕予立法院吞大。那边党团嘛出招，提案延长开会，表决大战持续正到暗时12点，也会继续审查中央分配地方税收比例的在违法修正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